毛澤東胸中自有雄兵百萬嘅真正原因，並非係佢真係咁用兵如神，而係因為有郭汝貴呢個潛伏喺蔣介石身邊最深嘅共諜。喺國共決戰嘅生死關頭，郭汝貴將國軍嘅作戰方案仲未下達到前線國軍之前，就先送到去毛嘅桌前，讓毛有咗提前部署嘅機會。孟良崮戰役中，74師全軍覆沒，張靈甫將軍喺戰場上英勇就義。徐蚌會戰中，王維將軍被圍困相對集，都係出自郭汝貴嘅手筆。佢仲多次誤導蔣介石，令到佢臨時變更作戰方案，增加國軍被共軍分割圍殲嘅機會，導致徐蚌會戰國軍兵敗如山倒，從此一蹶不振。佢有意喺國軍內部製造混亂，動搖軍心。1947年，400名國軍退役將校因整編而被逼自謀生路，從而發生嘅哭靈事件，亦都係佢一手造成嘅。按理說，中共竊國成功，郭汝貴係功不可沒，理應受到重用同褒獎。但係佢不但冇被封侯拜相，反而結局悲慘。咁係點解呢？大家好，歡迎嚟到微語看世間。我哋今日就嚟講下蔣介石身邊潛伏最深嘅共諜郭汝貴。1907年，郭汝貴出生喺四川同良縣，父親係晚清嘅駱駝秀才，郭家嘅小塊田地由田農耕種，按照日後中共土改嘅時候劃成分嘅標準，亦都算係小地主啦。佢堂兄郭汝棟喺川軍中任職，五四運動爆發之後，讀中學嘅郭汝貴受到教員胡子林嘅影響，開始對共產主義烏托邦產生好感，並且喺學校裏面同幾個激進分子一齊逼走堅持傳統教育嘅校長，導致學校教育質量滑落。後來受到譴責，冇辦法唔離開學校。1925年，喺郭汝棟嘅建議下，郭汝貴進入黃埔軍校第5期學習，成為蔣介石嘅門生。正值第一次國共合作，周恩來、恽代英、蕭楚侶、吳玉章等共產黨人先後喺學校任職，宣傳共產主義。郭汝貴深受影響，後來秘密加入中共。畢業後，郭汝貴按照吳玉章嘅安排，返到四川涪陵策反堂兄川軍師長郭汝棟。郭汝貴暗中策劃兵變失敗，佢控制嘅三營被紅軍消滅大半，自己亦身負重傷。蔣介石因此心生疑竇，命令郭汝棟徹底清共。郭汝棟知道郭汝貴思想激進，就送咗佢去日本留學，喺日本入士官學校進行系統嘅軍事訓練。9·18事變後，郭汝貴退學回國，並且喺郭汝棟嘅安排下，頂替一名學歷唔合格嘅學員進入陸軍大學，成為陸大第10期學員。蔣介石為時任陸軍大學校長，郭汝貴再次成為蔣公嘅門生。陸大畢業後，郭汝貴進入陳誠18軍。呢一個時候嘅郭汝貴經過專業訓練，對軍事有深入嘅研究，仲精通日語、德語，又有實戰經驗，堪稱文武全才。佢喺陳誠嘅18軍14師擔任參謀長，參加淞滬會戰嘅時候，因為日機密集營狂軍濫炸，面對79師重大傷亡同動搖嘅鬥志，郭汝貴代替42旅旅長曾月漢，佢主動請纓並立下遺囑，率領2個團同日軍拼死衝殺，7日7夜，8000幾人剩低2000幾人，堅守咗陣地。喺遺書中，郭汝貴寫住：我8000健兒已經犧牲殆盡，敵攻勢未遂，前途難白。若陣地存在，我當生還進見軍座；如陣地失守，我就死在疆場，身高野甲。他日抗戰勝利，你作為抗日名將，承攬過吳淞口時，如有波濤如山，那就是我來見你了。郭汝貴一戰成名，奠定咗佢喺國軍中嘅地位，亦受到陳誠嘅賞識同蔣公嘅青睞。之後佢又參加咗武漢會戰同長沙會戰，獲得陳誠嘅賞識，亦成為蔣介石心目中嘅軍界精英。從此佢一帆風順，一路晉升。然而一旦信錯咗共產主義，嗰個紅色嘅共產主義幽靈就唔會放過佢。
郭汝瑰心中嘅紅色魔鬼死灰復燃，佢多次想同中共聯繫無果，直到抗戰結束，先至同中共地下組織接上頭。中共南方局負責人董必武喺重慶石灰市嘅一個教堂裏面秘密接見咗佢2次。董必武說服佢留低落嚟，成為潛伏喺國民政府內嘅高級間諜。之後佢秘密接受中共特工任廉餘嘅單線聯繫同指揮。喺陳誠嘅保舉下，郭汝瑰出任國防部5廳同3廳廳長。佢利用職務嘅便利，將國軍大量作戰軍事機密傳遞俾中共。其子郭雙操話，郭汝瑰有8本日記，上面記嘅都係國軍大事，開乜嘢會啊，任廉餘嚟啦。廉餘嚟3個字喺日記中出現起碼200-300次。任廉餘嚟一次，一係就係傳達中共嘅指令，一係就帶走一次情報。蔣介石重點進攻山東計劃，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國軍喺大別山嘅調度計劃改為兗州計劃，改為長春計劃，改為雙堆集計劃。國軍光防計劃武漢、陝甘、西南等地區嘅兵力配備序列等等重要嘅情報，都俾郭汝瑰送到去毛澤東嘅手中。如此對壘，蔣介石焉能不輸？國民黨名將杜聿明喺東北同華東戰場屢戰屢敗，睇到國軍幾次重大錯誤決策都有顧祝同郭汝瑰經手，就懷疑總參作戰部長兼第3廳廳長郭汝瑰係間諜。杜聿明曾經當面大罵郭汝瑰，你郭小鬼一定係共諜，發嘅命令都係將我哋往共軍包圍圈裏面趕。後來杜聿明忍唔住向蔣介石告狀話，我自己就夠廉潔啦，但係郭小鬼更係清廉到不像話，佢一不好女色，二不貪財，甚至連屋企嘅梳化都打上補丁。蔣介石大怒話，難道我堂堂國民政府嘅官員都要到處撈銀紙，才不是共產黨嗎？笑話。不過蔣介石仲係派蔣經國去調查下，發現郭汝瑰家中確實係簡樸，飯桌上連一碗葷菜都冇。回去後，蔣經國對郭汝瑰大加讚賞，蔣介石徹底打消咗對郭嘅疑慮。郭汝瑰真係個清官，亦正因為國民黨軍中嘅腐敗，令佢更加向往共產黨烏托邦，以為嗰個先至係中國嘅出路。後來喺共產黨體制中，佢亦都始終睇唔慣貪官，或者正因為如此，蔣共先至更加將佢視為清流而倚重。不過杜聿明一直對佢耿耿於懷。杜聿明病逝之前，郭汝瑰前去探望，佢捉住郭汝瑰隻手話，最後再問你一次，你當時係唔係共產黨？嗰時郭汝瑰或者已經有幾分清醒，但係佢嘅身份尚未被中共公開承認。即使面對彌留之際嘅杜聿明，佢亦都唔能夠講出嚟，只能夠支支吾吾咁話，江婷啊，我哋係屬於政見唔同。郭汝瑰最後係點樣暴露身份嘅呢？3大戰役後，郭汝瑰擔心間諜身份暴露，想盡快脫身，因為杜聿明已經深度懷疑佢係共產黨，只係苦於並無證據，但中共仍然要求佢留喺國軍內，叫佢控制一支軍隊。好在蔣介石退守大西南嘅時候，繼續做內應策反。1949年7月，郭汝瑰被任命為新組編嘅72軍中將軍長，佢立即減除軍中所有勇長人員，喺四川招兵買馬，組建自己嘅隊伍。與此同時，任廉餘亦以重慶村鹽銀行高級職員嘅公開身份嚟到四川。共軍二野聯絡部嘅趙力軍亦嚟到重慶，被郭汝瑰安插喺72軍重慶辦事處，戰事屢屢受挫。蔣介石亦都對郭有過懷疑，佢制定咗對抗中共嘅江南作戰計劃，郭汝瑰打算傳俾中共。任廉餘下線陳家康碰巧唔喺度，改由先人王寶珍轉交，而王寶珍突然被捕，但佢冇供出郭汝瑰同任廉餘，蔣介石嘅疑慮就暫時擱淺啦。1949年，共軍進入湘西，準備向四川進軍嘅時候，蔣介石飛抵重慶，親自召見郭汝瑰，詢問佢嘅部隊作戰有冇把握。
當得悉共軍已經進入貴州，由貴入川嘅時候，蔣介石又叫國防部電令郭汝貴為第22兵團司令，直接指揮21軍、44軍、72軍同3個獨立師，作為防堵共軍入川嘅前哨兵團，並且要求72軍喺長江、沱江布防，以便蔣介石將其主力集中於成都附近與共軍決戰。但係郭汝貴喺共軍剛一進川，就喺宜賓地區宣布起義，破壞蔣介石固守大西南嘅計劃。蔣介石嬲到跳腳，呢一個時候先至知道自己喺戰場上兵敗如山倒嘅原因。到台灣之後，蔣介石痛心疾首咁話：冇諗到郭汝貴係最大嘅共諜。而郭汝貴終於結束咗佢心驚膽戰、提着腦袋過日子嘅兩面人生活，返到去共產黨嘅懷抱。但中共並未向外界公布佢嘅共產黨員真實身份，只係將佢作為起義將領看待，將佢打發到川南做交通廳長。喺鎮反中，佢被誣陷係國民黨潛伏落嚟嘅特務組長，廳長嘅職務亦都被罷免。郭汝貴點都冇諗到自己放棄高官厚祿，毅然投入革命陣營，反遭人誣陷為特務。佢不斷咁申請重新加入共產黨，亦都一次一次被駁回。1950年，佢被派去南京軍事學院教書，一留就係20幾年。1957年喺南京市委召開嘅一次座談會上，郭汝貴將心裏面嘅積怨同不滿一腦子咁樣倒晒出嚟。佢話劉邦入關，約法3章，李世民尊嚴立諫，從善如流，所以才能將政權鞏固幾百年。我們要力行民主法制，才能長治久安。郭汝貴因此喺整風運動中被打成右派，而此後嘅肅反、反右、文革等運動亦一次沒有落下，被勞動改造、文革批鬥、抄家遊行都係家常便飯。喺生不如死嘅日子中，唔知道郭汝貴是否意識到自己曾經嘅背叛，值唔值得，係唔係後悔害死咗咁多國軍將士，斷送咗大好江山呢？好似佢咁樣嘅棋子，盡管冇咗佢，毛澤東可能永遠冇辦法將軍，從而奪得江山。但係用完即棄嘅棋子，又點可能搶走領導嘅光輝？領導運籌帷幄嘅偉大，又豈能佢嚟分享呢？1978年71歲嘅郭汝貴最終討得一個說法，佢唔係國民黨特務，並同意佢入黨。終於有啲清醒嘅佢喺晚年嘅時候編寫咗2本600餘萬字嘅巨著《中國軍事史》同《中國抗日戰爭正面作戰戰記》，披露咗咁樣嘅歷史事實。自1937年7月到1945年8月之間，中華民國政府軍發動大型會戰22次，重要戰鬥1117次，小型戰鬥28931次，陸軍陣亡、負傷、失蹤3211419人，空軍陣亡4321人，毀機2468架。國民黨係抗日嘅，蔣介石先生係抗日嘅。1997年10月23日，90歲嘅郭汝貴因車禍去世。佢嘅家人收到好幾個台灣國軍中老同事嘅來信，打開一睇都係白紙一張，一切盡在不言中。好，今日嘅歷史故事就分享到呢一度，我哋下次見。